依家嚟到陽板間嗰度啊，140平方個大4房嚟啊，可以睇下佢，而且係複式嚟㗎。咁呢度係廚房個位置嚟啊，廚房個位置空間就係咁大啲啦。然後外邊仲會贈送一個入戶花園嚟嘅。咁我咧再入嚟睇下佢整個空間，大環境嘅設計嚟嘅。咁接落我咧入邊嚟睇一下。嗰度會做一個你茶室房都可以嘅，或者書房個位置都可以嚟嘅。接到嚟另外咧入嚟睇下個房間嘅位置，呢個主人房嘅位置，主人房增縮嘅面積係非常多嚟㗎，可以睇到啦。整個空間咁就非常唔錯。然後呢邊就係衞生間嚟啦。接到我咧再睇一下嗰個小朋友個房，然後呢度有個公共衞生間個房嚟啊。呢個140平最大嘅亮點咧，佢就係複式嚟嘅。我咧上邊嚟睇一下，目前睇啲都全部係家父標準嚟㗎。接咗嚟主人房嘅位置，我哋睇到呢個主人房嘅位置，哇，更加大啊，更加靚。又睇下呢邊，哇，非常獨立嘅空間，雙面嘅設計。呢個140平個戶型就睇完咗啦。如果感興趣嘅朋友，記得點讚加關注。